感谢主，这礼拜恁的心情安怎？这礼拜恁所经过的每一件事，我毋知影恁有拄着什么代志，啊，毋过我伫公司我拄着一个代志，啊，毋过我知影上帝甲我送较伫地，互我有一个平安。我希望各位兄弟姊妹，恁来到遮，毋若是为着恁家己献上恁的感谢，恁也爱为着恁厝内底每一个人，用一个感谢的心，为着因来超找即个永活的上帝。咱即摆要来唱，那是有你伫我的生命。就赢我。